I'll correct myself. I don't usually win things. I always win things in my second year. Nothing's changed. 大家好啊，我係 KP。呢句説話咧，我覺得係會名留青史嘅喺足球歷史上面，因為帶領住一隊十幾年來都冇贏過任何獎杯嘅熱刺，竟然可以喺季初嘅時候夠膽講出一句我係一定會喺第二季度贏到獎杯嘅一句説話，而最後係成功咁去交到功課嘅咧。呢句説話咧係真係唔簡單嘅啲都。咁但係樸斯迪哥高奧之後會簡稱佢做奧普啦，佢喺熱刺嘅未來咧，仍然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事實上咧，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新聞啊，或者一啲傳聞嘅話咧，喺呢場決賽之前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媒體、好多嘅出名嘅記者已經報道過，熱刺一早已經打算，即使係奧普贏到冠軍咧，都係會炒咗佢，去換咗一個領隊。而熱刺係一個奇怪或者特別嘅時機去換領隊咧，其實亦都唔係一個新鮮事嚟嘅。當然大家應該最記得嘅就係4年前摩連奴就喺呢個聯賽杯嘅決賽之前就俾人炒咗啦。咁但係其實熱刺對上一次贏到獎杯咧，其實係2008年，佢哋當時嘅領隊叫做桑迪拉莫斯，而佢哋就係贏到呢個聯賽杯啦。但係喺呢一季之後咧，其實桑迪拉莫斯咧都係俾熱刺炒咗魷魚。而有趣嘅係咧，桑迪拉莫斯係之後嗰季係即刻去咗皇馬嘅。熱刺係一個贏咗獎杯，甚至係其實未贏任何獎杯，只係入咗決賽之前去炒領隊咧，已經一啲都唔係新鮮事嚟嘅。咁所以你話樸斯迪哥高奧係咪話贏咗冠軍之後咧，就一定唔使換咧？就絕對唔係嘅。所以喺呢一集嘅 podcast 入邊咧，我就會同大家一齊去分析一下，或者去思考一下，究竟熱刺應唔應該同樸斯迪哥高奧去講分手、講再見呢？大家好，我係 KP。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我嘅 YouTube channel 嘅話，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同大家傾所有關足球嘅話題。開始之前，不妨先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同埋 like 埋條片啦。如果大家都中意睇文字分析嘅話，我喺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Threads 都會定時出文章，不妨都可以 follow 埋啊。唔講咁多廢話啦，即刻去片。咁我哋一齊嚟研究下歷史先。雖然熱刺咧就成日俾人笑佢哋嘅獎杯季乜都冇啦，咁但係其實佢哋過往都贏過一啲獎杯嘅，例如係英格蘭嘅聯賽冠軍啦。雖然對上一次咧已經係1961年嘅事嚟㗎啦。另外咧亦都有贏過UEFA Cup 2次啦。UEFA Cup 就係呢個嘅歐霸杯嘅前身，咁佢哋喺1972年同埋1984年就都贏過，咁已經都其實係40幾年嘅事嚟㗎啦。對上一次就係聯賽杯啦，佢哋就贏過4次，對上一次就2008年。咁2008年咧，亦都係真係熱刺對上一次真係贏過任何重要嘅冠軍，最後一次啦。亦都贏過呢個英格蘭嘅足總杯啦，8次，咁就係對上一次就1991年，咁就其實都34年嘅事嚟㗎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用獎杯嚟定義一個領隊係咪一個成功咧？如果我哋當即係足總杯係一個重要嘅獎杯啦，咁因為聯賽杯其實就大家都明白就係唔係一個真係好重要嘅獎杯嚟嘅。咁如果我哋當足總杯一個好重要嘅獎杯啦，咁其實至少奧普都已經係過往30幾年來熱刺最成功嘅一個教練嘅啦。如果我哋覺得呢個歐洲賽係緊要過足總杯嘅話咧，熱刺咧其實喺呢個歐洲賽場咧係對上一次贏咧已經係個41年前嘅事。咁所以無論你點樣計咧，奧普都已經係30幾40年來最成功嘅熱刺教練嚟㗎啦。咁講咗咁多，其實首先我哋可能要問嘅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奧普想唔想留低先？咁其實咧喺賽後咧，佢已經接受咗訪問，而我而家就用翻佢嘅原話嚟講啦，所以就會用我第一人稱嚟講。佢就咁講嘅，我就覺得我未完成我嘅工作，我覺得熱刺係可以贏得更多嘅嘢，而我哋而家贏咗一個歐霸冠軍之後咧，我想喺而家呢個基礎上邊再贏更多嘅冠軍，而我認為係熱刺係可以有能力去做得更多嘅。因為你知道而家好多球員已經贏過一次冠軍，你會認為熱刺呢班球員係會想繼續去贏多啲嘅冠軍，係感受呢個贏到冠軍嘅喜悅嘅。咁而我覺得要改變呢個球會嘅風氣咧，就係由呢一步開始，就去贏咗一個冠軍之後，啲球員開始明白贏冠軍係幾咁開心之後咧，佢哋就會有更多嘅動力去爭取更多嘅冠軍。咁呢一段咧就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講嘅説話嘅。咁所以你聽得出咧，其實佢都似乎係表明咗心態，就係話嗱，我就想喺熱刺就
build 翻偉業出嚟嘅，開始可以帶領熱刺贏多啲冠軍啊，而唔係佢諗住係我贏完之後就光榮隱退嘅。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喺呢場歐霸決賽之前去問大部分嘅熱刺球迷啦，我唔敢講話大部分啦，但係起碼係超過一半嘅，我相信絕對超過一半嘅熱刺球迷咧，都係講話，即使佢贏到冠軍咧，都覺得佢應該係要走嘅。個原因喺邊度咧？咁好明顯，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今年英超嘅聯賽，佢哋嘅位置係極差啦，而家係排第17，係僅僅喺呢個降班區之上嘅啫。而佢哋其實嘅表現咧，亦都係非常之差，而唔係嗰啲即係打得好好，但係輸波。而係其實佢哋大半季嘅表現咧，都已經係好差，完全係每場都俾人技術性擊倒。咁其實呢個17名嘅排名咧，亦都係熱刺喺40幾年以來聯賽最差嘅排名嚟嘅。當然就即係好多人諗起呢個奧普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咦，佢係一個好進攻型，踢得好好睇，好有想法，或者係好有自己主見嘅一個教練，一個有前冇後打死霸就嘅教練。最令人深刻嗰場波就絕對係呢個熱刺對車路士，即係上一季季初嘅時候，熱刺打少2個，但係咧都仲係保持一個 offside trap 越位陷阱嘅一個踢法。咁雖然最後都係輸咗，但係其實係好多人就會將呢一隊熱刺就等同於而家嘅熱刺。但係實際上咧，如果真係有睇過熱刺最近嘅比賽，或者唔好話最近啊，其實係近呢大半年嘅比賽咧，其實呢一種有前冇後、好有侵略性、好有進攻性嘅一種踢法咧，其實熱刺已經唔係踢緊呢一種波啦。熱刺球迷好多時即係上季咧，好多熱刺球迷都覺得，點都應該要留住奧普，因為佢嘅足球哲學咧，實在係好有想法、好有創造力、好好睇。咁但係呢一種咁樣嘅足球哲學咧，其實喺過去嗰大半年咧，已經都唔見咗一大半，甚至係絕大部分都已經唔見咗啦。所以好多熱刺嘅球迷已經喺大半年咧，已經失去咗對呢個奧普嘅信任。最多人講嘅一樣嘢就係，即使實力唔係咁好啦，或者多傷病啦，但係都冇可能會去踢到17位。而踢到17位呢個位置咧，其實係證明咗奧普係冇能力喺一個漫長嘅球季入邊咧，去建立到一隊可以持久地去贏波嘅一隊球隊。咁呢一個咧，就係點解好多嘅熱刺球迷會想奧普係離隊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咁但係咧，其實奧普喺賽後亦都講咗一句，就係話，我知道我哋喺聯賽嘅表現咧係極差極差，係冇可能有任何人係收貨。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喺聯賽度排第3或者排第4咧，其實係對呢隊球隊咧係冇任何嘅幫助。但係如果我贏到一個冠軍咧，就可以扭轉到呢一個球隊嘅文化、球隊嘅風氣。所以我就係將個重心就放咗喺歐霸杯，而唔係呢個嘅聯賽嗰度。咁所以其實會唔會有一個想法就係，都唔係一個想法嘅，其實都幾明顯就係，奧普根本就係呢大半季咧，都明知道降班咧又唔輪到佢哋。所以其實佢大部分嘅心機、大部分嘅精力咧，都已經係放咗喺歐洲賽場或者係杯賽度。咁當然佢之前放咗唔少精力喺聯賽杯度，聯賽杯就4強就出咗局啦。咁但係其實佢將呢個精力放咗喺歐霸杯之後咧，亦都證明咗歐霸杯係真係贏到波。佢亦都講過啦，就係話佢認為呢個淘汰賽嘅足球咧，同呢個聯賽類型嘅足球咧，係唔同類型嘅一個足球。亦都可以喺數據度係反映到呢個做法嘅。雖然好多人覺得，咦，奧普係一個好崇尚進攻、好崇尚呢個高位逼搶嘅一個教練。咁但係實際上，如果我哋睇翻奧普喺過往幾場波嘅一啲數據，譬如係4強啦，對住個波杜基林特，其實佢哋只係得31.6% 嘅控球率，喺第2回合嘅時候，31.6%。或者係8強第2回合對法蘭克福咧，亦都只係得39% 嘅控球率。今場嘅決賽27.7% 嘅控球率。咁所以其實奧普咧，亦都唔係一個話完全唔識變通嘅教練嚟嘅。其實佢係一個都肯去變通、肯去
為唔同嘅球隊去唔同嘅對手咧去布陣嘅一個教練，只不過佢喺聯賽嘅時候咧，佢會可能做到取捨咁解嘅啫。譬如好多人可能話到奧普係一個比較猛塞、比較唔肯變通嘅教練咧，似乎又唔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嚟嘅。而另一個我覺得重點係乜嘢咧？就係好多時候要去換一個教練咧，其實係因為佢底下嘅球員已經唔再聽話啦。但係實際上呢件事咧，係唔係發生喺奧普身上咧？似乎又唔係嘅喎。大家可以睇翻一條片，就係佢哋四強第二回合之後咧，即係熱刺進咗級決賽之後，其實奧普係喺更衣室度咧做咗一個都分幾兩分鐘嘅一個演講。咁而呢個演講咧，其實都幾激動人心嘅。而喺演講完咗之後咧，其實你係好明顯見到熱刺嘅球員咧，係都拍爛晒手掌，而係好亢奮嘅一個狀態。呢個係其中一點啦。而第二點就係，其實你喺所有嘅報章啊，或者係流言傳言當中咧，亦都唔會見到熱刺球員係有任何對奧普嘅不滿，係冇任何呢一類型嘅留言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就係，即使成績唔好，聯賽成績唔好咧，但係其實球員係冇失去過對奧普嘅支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要思考嘅一個問題。當然啦，其中一個奧普最令人詬病嘅問題咧，就係佢嘅踢法就導致咗好多嘅傷患。雖然即係一直就即係奧普講就話，因為傷患就令到我哋嘅表現就唔得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唔同嘅球迷咧都覺得，喂，明明呢啲傷患係你搞成嘅喎，其實係因為你嗰種係咁高速衝刺，係咁來回跑嗰種踢法咧，令到隊波出現咁多傷患，你又冇得賴，真係賴傷患。咁所以其中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傷患係唔係奧普造成嘅咧？如果係嘅話，咁究竟係需要換一啲球員，換一啲比較鐵人少少嘅，唔好咁易受傷嘅球員入嚟，會改善到呢件事咧？定係如果佢一直堅持咁樣嘅踢法嘅話，其實會唔會傷病咧？都已經即係只會係不斷咁樣出現嘅啫。呢個亦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即係可能值得會考慮呢個問題啦。另一個想法咧就係，究竟呢一個換教練嘅決定係唔係應該喺因為一場比賽嘅贏波而影響咗個決定咧？正常嚟講咧就唔應該係咁樣，應該係即係一個換教練嘅決定咧，就唔應該係喺最後佢贏咗波，咁所以就留低佢定係點樣？咁但係咧熱刺嚟講咧，可能又有少少唔同喎，因為熱刺咧其實係都已經好多年冇贏過獎杯。頭先都數過啦，對上一次都已經係10幾年。如果一啲比較重要嘅獎杯已經係30幾年，甚至係40幾年之前嘅一個事，而贏咗一個獎杯咧，又的而且確係好似奧普所講，就係可能可以改變到成個球會嘅文化，就係開始覺得咦，呢隊波可能係可以贏到冠軍嘅一隊波，而唔係一個喺一直喺一個中上游嘅位置就夠。而可以得過且過一個球會嘅文化，會唔會係可以喺呢一刻開始轉變到咧？呢個亦都係可能可以思考嘅一個問題。而如果喺呢一個 moment 呢個時刻去炒咗一個啱啱贏完一個好咁緊要嘅獎杯嘅一個領隊咧，將會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決定，去 send 咗一個好奇怪嘅 signal 俾大家，就係究竟贏獎杯對於熱刺係緊唔緊要嘅咧？如果係一個贏獎杯係緊要嘅，咁點解贏完獎杯都要俾人炒咧？定係我其實每年只要係 keep 住第五、第六，或者係即係偶爾挑戰下前四，就已經係一個幾好嘅成績。究竟係球會係想帶邊一個 signal 俾球迷，或者係俾日後任何嘅球員，或者甚至係領隊咧？我覺得可能係前者係緊要啲嘅，就係對於熱刺呢隊球隊贏獎杯係緊要嘅一樣嘢。而另一個比較有趣嘅大嘅問號啦，就會係其實熱刺咧喺呢個夏天咧係會有好重大嘅管理層嘅變動嘅。其中一個就係阿仙奴嘅前 CEO Vinay 啦，我唔係好知道中文名點樣譯啦，但係一個印度裔嘅 CEO 咧，將會喺即係嚟緊呢一個月咧，就會成為呢個熱刺嘅 CEO。
而帕拉迪茲亦都會似乎係會重返呢個熱刺嘅。呢個帕拉迪茲係之前曾經會加盟過熱刺，但係跟住因為俾呢個國際足協去罰佢唔俾參與任何足球有關嘅活動，所以佢係最近先放翻波監嘅啫。佢亦都係會被盛傳係會重新加盟翻熱刺。咁所以理論上咧就係一個新人事新作風就會喺呢個熱刺嘅夏天，今個夏天咧就會出現。如果咁樣聽落去咧，又似乎換領隊咧係應該似層層嘅，因為奧普係前任管理層嘅一個決定啦。咁既然我都換咗人啦，即係連老闆們都換晒，咁換埋個領隊都係一個好合理嘅事情啦。咁但係當而家贏咗冠軍之後咧，其實都有個幾大嘅問題，就係首先就係對於新嘅領隊嚟講咧，佢都好大嘅壓力。明明在上手已經贏咗冠軍，咁我可以點樣去超越佢呢？係咪可以贏到個英超冠軍呢？定係其實我將隊波喺聯賽帶翻上前10名已經係足夠叫做超越咗佢呢？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可以揾邊個嚟教？咁而家暫時嚟講呢個傳言就係一個36歲嘅教練叫做法拉奧尼。咁呢個法拉奧尼咧，其實係啱啱呢一季咧係喺阿積士荷甲嘅阿積士去教嘅。咁就係呢個帕拉迪茲嘅一個提議嚟嘅，即係據報啦，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啲報章寫出嚟嘅啫。咁而呢個法拉奧尼咧，而佢的確咧係啱啱呢個球季完咗之後咧，係辭咗職嘅。聽落去似層層啦，咁但係其實咧佢辭職咧又未必係真係關事嘅，因為其實佢可能係一個引咎辭職嘅一個情況嚟嘅啫。因為咧阿積士，如果大家有留意荷甲咧，其實阿積士咧係啱啱喺最後嗰幾輪嘅時候咧，明明都仲有一個贏緊9分，head 緊9分，咁但係最後咧竟然係輸咗個聯賽冠軍，只係得第2嘅啫。究竟呢個36歲嘅後生領隊咧，係唔係真係一個奧普嘅 upgrade 先？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佢連即係贏緊9分，去到最後階段都可以輸翻轉頭嘅時候，究竟佢係咪真係明顯嘅一個 upgrade 咧？如果唔係，係咪過年零2年又要換人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如果唔好揾呢個後生領隊，一個唔係證明咗自己嘅領隊啦，揾翻啲已經係成名咗嘅領隊，咁其實熱刺亦都唔係冇試過揾呢一類型嘅領隊啊。摩連奴啊、干地啊呢啲，全部都係證明過晒自己有能力去贏過獎杯，喺唔同球會都贏過獎杯嘅一個領隊。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喺熱刺係做唔到任何嘅好嘅表現出嚟，但係奧普就做到。咁如果你稱來稱去揾個後生冇任何嘅大會嘅經驗嘅一個領隊咧，其實你又唔知佢得唔得。如果揾一啲成咗名有名氣嘅領隊咧，但係亦都係過往證明咗自己未必係真係可以適應到熱刺呢一隊球隊，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可以揾一個邊個領隊係保證可以換完之後係好過奧普咧？其實暫時嚟講咧，你數來數去啊，似乎數唔出嘅。咁當然啦，其中一個最大嘅考量點就係，如果真係留住樸斯迪哥高奧啦，其實大家都好明顯知道佢呢套踢法或者佢心目中最理想嘅踢法咧，其實係需要好多嘅變動嘅，即係仲係需要好多嘅投入。咁個問題就係嚟啦。雖然即係熱刺今次可以入翻歐聯啦，起碼獎金都多翻好多，理論上呢個夏天咧都多翻好多嘅轉會資金嘅。但係究竟熱刺願唔願意去俾咁多嘅資金去幫奧普去 upgrade 佢心目中嘅陣容咧？其實最尷尬嘅位置係邊度咧？就係其實就會好似係上年嘅曼聯嘅情況。上年曼聯亦都係啦，就係喺足總杯嘅決賽之前，其實我諗好多嘅記者都有報道過，就係坦克咧，即使去贏咗咧，其實佢都係會俾人炒嘅。咁但係喺曼聯贏咗，真係贏咗之後咧，其實就普世歡騰啦，即係好多成個風向其實都變咗唔少。咁最後就變咗曼聯咧，係甚至係同坦克去續咗約添嘅。咁當然同一個領隊續約，咁你夏天梗係要科水去買人啦。其實喺即係大家都知道，跟住曼聯喺夏天買完一紮人之後咧，
過咗幾個月之後又頂唔順坦克嘅喺聯賽嘅表現，就將佢炒咗。咁之後就換埋人之後，喺呢一季究竟曼聯踢成點，大家都清楚，就係聯賽非常之差，最後亦都乜嘢都冇啦。究竟係唔係諗住做同樣嘅做法呢？即係我都聽過有人講就係話，不如果贏咗之後就俾多半年奧普玩啦。如果半年內都係麻麻地嘅，喺聯賽都係中游位置嘅，咁先至去炒佢啦。咁其實同曼聯啱啱呢個夏天嘅做法係一模一樣嘅，就係你所謂嘅支持個領隊，但係其實你又唔係真係全心去支持佢，都係得半年嘅試用期嘅話，其實就會係處於一個好尷尬嘅情況，就係如果你夏天去俾錢去買人，咁但係你又唔係真係全心全意去信佢，你俾佢買完人之後，半季之後佢真係搞唔掂咧，又炒佢。咁新嗰個領隊究竟係咪真係中意佢買嘅人呢？其實係通常都唔係嘅。咁所以呢個 moment 咧，其實我覺得係熱刺嘅高層啦，即係無論係原本嘅利維定係即係準備新加盟嘅兩個高層啦，其實佢哋都一定要去下定一個決心。第一係就完全唔好理輿論，就點都要炒咗佢。因為其實講真，而家贏咗獎杯之後咧，我相信個輿論啊，或者係個民情咧，應該都一定係反轉噶啦。熱刺球迷應該都係會支持奧普去連任去留任嘅。咁一係咧就如果佢哋好確信奧普呢套咧係唔 work 嘅，或者佢哋好確信佢哋係唔會去全心支持奧普嘅話咧，咁就不如點都唔好留佢啦。就喺呢個夏天咧，大家好嚟好去一齊走。咁呢個壞處咧就係首先更衣室可能會唔開心啦，因為更衣室頭先都提過，就係好多球員都仲係好支持奧普。咁第二咧就係佢可能會俾咗一個唔好嘅 signal 球員、球迷或者係即係之後嘅一啲領隊啦，就係原來贏獎杯都唔係最緊要嘅，最緊要咧就係你喺聯賽度咧保持一個前列嘅位置，即係前前地咧就 OK 噶啦，即係都唔使話一定要頭四定係點樣，總之可能第五、第六，總之聯賽咧踢得唔係太差咧就得噶啦。咁會唔會俾咗一個咁嘅 signal 咧？咁呢個咧就係會可能即係而家去分手或者而家去炒咗呢個奧普嘅其中一個壞處啦。咁另一個做法咧就係亦都係一定要下定決心，就係如果真係去同奧普繼續去合作嘅話咧，基本上咧即使除非去到降班啦，如果唔係點都唔可以喺半季之內咧去換人去炒人嘅。簡單嚟講就係如果你去咁樣做，其實就等於重蹈翻曼聯啱啱呢個夏天，即係上一個夏天嘅覆轍，就係錢又使咗，成績又冇，然後新領隊亦都唔啱使啲人。咁所以對於熱刺嘅管理層嚟講咧，係即係喺狂歡之後咧，佢哋就必須要去做一個好果斷嘅一個決定，就係一係就100% fully back， 真心嘅100% fully back， 就係點都好，踢到幾時都好，都係唔會炒嘅。或者咧就係點都好，贏完啦都唔好理啦，就點都係炒咗佢，換過第二個。只係有任何一個選擇咧，都係可以嘅。而最差嘅選擇就係好似曼聯上一季咁樣，就係俾多半季去試用期，然後再決定。咁呢個咧可能係最差嘅一個選擇。咁我覺得喺呢個話題咧，都冇乜一個好明顯一定啱嘅答案噶啦。無論係炒佢定係留佢咧，都有各自嘅原因。咁不如大家即係有任何嘅想法，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區一齊去討論一下。咁亦都最後即係恭喜熱刺啦，即係可以贏到歐霸杯，喺咁多年之後可以贏到歐霸杯。咁最後咧就如果大家都聽到呢度啦，又中意我條片或者中意我嘅分析嘅話，就不妨 comment、like and share，同埋最後最緊要 subscribe 埋個 channel 啦。我哋下次再一齊傾波，拜拜。